再来看这几天啊，受到锋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湾是有6个县市这山区呢，拢总21个所在是停班甲停课。高雄市府对昨下晡开始就大声呼这居民有风险撤离，是来安置1900多人。也那公路局嘛，针对着山区台20、27，也个29线等等4个路段封路管制。 梅山林目前下很大，那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你办公处。高雄桃园山区一透早雨就插落，因为气象署预估，这波方面加上西南气流，24点钟内可能会对高雄山区带来350毫米的雨水量。市府唔敢待机，那七八早早就宣布山区拜二停班停课。下晡嘛先针对桃园、木林、南马社的土石流警戒区做预防撤离。到早早起，已经甲1904位的居民先送到安全的地点安置。 你是洗肾的、生病的、没有药的，可以现在下山，避免明天路土石流，没有路可以下山了。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。因为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，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哦，所以我们料敌从宽。那 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。因为惊山区落大雨，会出现崩山土石流，公路局嘛对山区的道路做预防性的封路，包括6区的第27线、南马社的第29线，也有第20线的宝来甲勤湖拢总4个路段，伫咧七八暗时10点拢已经封路管制。另外6区分局去辖区巡逻时，伫咧美雅谷附近发现有18名游客，也搁伫咧攀岩撩客，也赶紧进行劝离，避免发生危险。合计劝离18人。 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。初到透早，高雄山区市区的雨拢是一阵一阵，雨势真大，不过落无久。因为惊下晡开始雨会变大，市长陈其迈嘛提醒，目前较大的方面也未正经入来到高雄，包括山区海边啊，拢先歹去，民众要注意天气变化，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